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生活很精彩，學會忍耐，懂得怎樣愛，盼望你想得開，謹記生活的快樂，原來生活值得精彩，不需急在這一刻再沉默等待，原來生活根本過得好快樂，生活都可過得很快樂，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生活好快樂。程海欣、麥卓華。好，呢休息翻嚟咧，繼續今日早上原來生活好快樂，進入時尚醫學錦囊嘅環節啊！每個星期咧，我哋都會同大家講下咧一啲醫學上邊可以用天然方法咧去處理嘅問題。咁啊，其實過去咁多集咧都好受朋友歡迎啦。俾個電話大家 number 先，96750089 96750089，大家咧可以打電話或者就係 WhatsApp 入嚟咧。時尚生科嘅團隊啊，對於今集同埋之前咁多集嘅內容有查詢或者有意見咧，都可以揾佢哋幫手。當然仲要請嚟時尚生科嘅創辦人何少麟 Alan 啊 ，Alan 你好 ，Hello， 大家好，又每個禮拜二又聽到我把聲啦。係啊，之前咧即係同大家關顧過咧，就係關於濕疹嘅問題啦，亦都咧有其他咧唔同，譬如話情緒啊，甚至乎令我哋咧即係生活入邊可以開心咁過嘅一啲方法。不過其實咧心臟嘅問題或者血管嘅問題咧，對於香港甚至乎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由於人口老化同埋大家物質越嚟越豐富咧，所以咧都係一個警號嚟嘅。冇錯。咁好多朋友呢個警號咧就唔到爆炸嗰日都唔去處理，但係講到爆炸，可能其實已經係中風，小則令到你行動不便，大則可能真係命都冇。已經冇錯，係啊，所以其實咧，我成日都話咧，有冇方法可以去處理？咁當然有。其實我諗喺唔同嘅健康節目，我哋都曾經介紹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大家可以由做運動到飲食，甚至乎即係去到你真係發現心血管有問題嘅時候，你可以請教醫生去一啲處方嘅藥物，無論中藥或者西藥咧，其實都有佢嘅方法。但係運動大家會懶，藥物大家會驚，其實咧都係唔係好想去處理。係冇錯。有冇啲咩方法唔係講緊要食藥，但係又好似好有效咁樣去可以令到我哋心血管得到改善咧？嗰個山濕呢一個咧，今日咧喺我哋嘅收音機身邊嘅朋友咧，你大飽耳福啦！因為真係我相信夠膽講係從未聽過嘅一啲嘅新嘅科技。係。咁其實講翻啦，頭先阿小麥講一樣嘢，就話而家即係講緊心腦血管嘅健康啦。咁大家如果留意到咧，我哋阿爸阿爺嘅年代嚟講咧，嗰陣時嚟講咧，可能即係飲食未係咁豐富啊。你知啊，話餐餐大魚大肉啦，已經好開心啦。即係諗下，所以咧，你發覺近依20年來，你留意到香港嗰個嘅心腦血管疾病嘅問題當中，例如講緊咧心絞痛啦、中風啦、突發性冠心病啦，其實真係越趨年輕化，再加上數字係驚人嘅，可以講係喺香港嘅頭號殺手病。剛才所講過中風嘅咧，喂，你真係已經唔係一件好事啦。但係你諗下突然死亡嗱，真心講，即係小弟今年咧，我小弟咧，我今年56歲嘅，OK， 但係我真係幾唔開心地，我喺舊年我2個同學相繼都離開，其中一個係突然間就係喺公司累低嘅，係累低送到去醫院已經係搶救唔得啦，搶救唔到嘅，已經係咁其實真係要正視，因為依家係計時炸彈，好多朋友淨係覺得就有時咪睇醫生咯，好正常啱嘅，有時睇醫生，但係我哋嘅心臟你留意到係基本上血管係冇感覺㗎，你唔會覺得自己個血管邊條塞咗啦？你唔會知㗎，因為嗰個位置係冇神經俾你觸覺到、感覺到。我左邊心嘅嗰條塞咗，我右邊手嗰條塞咗，係唔會有嘅。所以形成當一出事嘅時候，已經太遲。OK， 咁而講翻啦，我相信咧喺市場上都有一啲坊間係都有唔少針對係心腦血管嘅健康產品，都多嘅可以講係。咁當然啦，每個品牌都有佢嘅賣點啦。咁但係大家知道我
創立呢一個嘅品牌咧，咁本身亦都需要嘅產品係擁有咩啊？人冇我有，人有我精。即係你發掘咗一啲新技術啦，可以話。咁今次咧其實亦都好感謝，其實我哋香港人嘅驕傲，因為係真係香港科技大學嘅科學家嘅團隊咧，OK，亦都特別咧去同我去真係做呢一個配方出嚟，係集咗好多年。咁呢一個大家聽住喺呢個説話咯，全球首創第一隻，無需口服，亦都打破咗心腦血管健康產品只係局限於口服領域嘅一個嘅概念，正式推出嘅查得嘅，我哋個名字啊嘅呢個嘅個名字叫安宮救心。係咁點解意思咧？一聽話安宮牛黃丸，大家知好呢個呢個係一個幾百年前嘅宮廷嘅秘方。係咁坊間都有好多做咗好出色嘅品牌，亦都有好多人中意。咁但係嗰啲唔係叫做保養品，唔係叫保健品，係有時急救用嘅。所以大部分啲老人家或者身邊嘅朋友咧，都會將啲安宮牛黃丸咧會擺喺屋企。係我都見過係有係我好多朋友都擺喺屋企，但佢又唔食㗎喎，唔食得嘅，唔可以咁樣食法㗎，唔可以日日食㗎，有好大鑊㗎。因為佢嘅原理就係食咗入體內裏邊咧，係會即時打通血管、擴張血管嘅。咁所以唔可以咁樣日日。所以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傳統嘅安宮牛黃丸咧，其實咧就係藥物嘅一部分嚟。冇錯，佢係中藥嚟㗎，佢香港註冊成中成藥嚟㗎。因為本身咧佢裏邊有呢一個嘅豐富嘅牛黃啦，同埋有呢一個麝香呢啲喺裏邊嘅。咁呢啲屬於真係中成藥，唔可以就日日咁樣。係咁頭先你講過呢一個新嘅技術，即係話唔需要口服，但係搽落去。不過都有安宮救心嘅作用。呢一個技術本身又係點樣咧？我又講一講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好特別嘅東西啦。咁講到未講完啊，大家朋友在座可能會留意到，哪怕買咗安宮牛黃丸嘅喺屋企康文一個朋友，但係我發覺好多老人家都係咧喺街裏低。係啲丸擺喺屋企，你明我講咩？即係都救唔到，救唔到。第二，就算哪怕係真係喺屋企嘅時候，如果大家有啲聽眾或者會屋企有老人家食過安宮牛黃丸，知道咧，哇！佢個盒就係太精美啦，精美到咧係一層開完又一層，又要仲要掀開。佢就等你諗清楚食唔食啦，其實。然之後仲有個蠟咧，個白色嘅蠟啤住，嗰個蠟咧都唔容易鑿開喎，要揾隻撬開佢，撬開又有玻璃紙要塞落口，塞入口嚼完之後仲要吞水啊！咁諗下，一個已經昏迷咗、中咗風嘅人，根本嗰下係享受唔到啊！咁所以就係有見及此，喺我嘅呢一個嘅概念，再加埋我哋科大嘅呢一個嘅科學家嘅團隊、博士後嘅團隊咧，佢哋覺得哇！咁樣不如研究一隻嘅產品，呢隻產品咧最特別係全草本植物，冇任何牛黃以及麝香喺裏邊。即係話中藥同埋西藥都冇嘅，呢個不算係任何藥物。係屬於咧一個叫中草藥嘅一種嘅物質，而最特別嘅就係佢能夠做到外搽。嗱，我嘅 slogan 就係我嘅只需要咧係每日搽。我哋有個名嘅叫查德嘅安宮，我哋幫你血管每日做運動，咩意思咧？查德安宮即係話唔需要口服啦，就咁搽喺邊個位咧？脈搏嘅位置，我哋呢個手教嘅位置，頸動脈頸。耳仔下面兩邊嘅頸動脈位置，以至可以直接咧滴幾滴咧搓我胸口嘅心臟嗰個位置，咁就咁搽得噶啦。即係呢個技術就係話主要血管分佈，即係多血管或者佢係有流動，係啦，佢就靠呢一個技術，就可以吸咗入去血管入邊。冇錯。咁但係吸啲嘢入去血管，我又記得其實。入咗去咁又可以有啲咩發揮咧？咁樣講啦，因為咧佢係一個叫我哋俗稱叫小分子嘅一種物質，非常幼細。佢係一種屬於一種精油嚟嘅，一搽落去之後咧，佢會馬上以秒達。你知道上次我都講啦，已經有一啲技術已經去到一個皮秒嘅直透入技術，佢能夠秒穿透皮膚，再穿透入大動脈，喺我哋嗰個大動脈嘅血管壁嗰個嘅。嗰個內，我哋叫活化內皮型嘅一氧化氮合成酶。嗱，呢啲聽眾可能覺得好專業嘅字眼，但係冇辦法喺呢個位置，我唔能夠唔專業，因為我知在座都有一啲可能會係醫生聽緊嘅。咁所以我都講或者藥劑師啦。咁咩原理咧？原來呢種叫 ENOS 嘅一氧化氮合成酶咧，會促使血管內皮細胞即係內壁啊，釋放到一氧化氮 NO。一氧化氮嘅效果啊，原來係馬上擴張血管。
稱叫開血管。科大個教授個博士後同我講，佢就話我淨即時開通血管，令到咧我哋馬上咧係改善血液循環。而最有效嘅效果就係馬上睇到血壓係有調整。仲正嘅就係咧個人咧覺得個人嗰個血液嗰個供氧啊，會馬上會開咗，因為點解？因為你閉塞嘅地方佢會舒張咗，而更重要就係原本有機會令到血管收窄咗一啲叫做積聚物啊，或者一啲有害物質咧，佢會馬上打通啊。咁呢一個係最安全、最有效嘅一個做法。嗱，我就咁講講啊，特別提一提嘅因為我知在座或者聽緊嘅都有醫生或者專科或者藥劑師嘅醫護界朋友，我剛才所講嘅醫理論已經有科學實證2份嘅呢一個我俗稱叫 Medical Journal 啊。國際醫學科學期刊雜誌已經發布咗，所以呢樣係唔可以亂講嘅。而我哋呢一個係全球第一隻。OK 喺科大俾我嘅科學家俾我哋知道嘅信息就係我係首創咗嘅。咁我覺得呢樣就好正啦，因為頭先我所講啊嘛，好多人出事嘅時候用安宮牛黃丸嚟到急救，但係真心講，我哋唔係急救產品，我哋係幫你日常保健嘅產品。所以就係早午晚任何時候中意滴一滴搽喺脈搏啊，搽下頸動脈啊，或者搽喺呢個胸口前心臟嘅位置，就幫你每日做緊血管做運動啦，叫做就係咁簡單。俾個 WhatsApp number 大家96750089，96750089。時尚生科同埋佢哋嘅團隊咧，而家準備好晒噶啦。咁我見到咧，阿 Alan 個電話都係咁喺度震，會同大家咧就係解答翻咧相關嘅問題，同埋對於頭先我哋講嘅理論，你有啲乜嘢唔清楚咧，都可以隨時 WhatsApp 或者打呢個電話噶。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今日早上原來生活好快樂。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FM 99.7新城資訊台，原來生活好快樂。程海欣、麥卓華。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好，你休息翻嚟咧，繼續今日早上原來生活好快樂時尚醫學錦囊嘅環節直播室，繼續咧有小貓麥卓華同埋咧有 Alan Ho 何少麟喺度嘅，佢係時尚生科嘅創辦人。多謝你引入咁多唔同嘅技術，令到我哋身體咧即係可以喺一個好天然嘅環境之下咧做到保健嘅功效啦。今日我哋主要咧就係講咧血管咧嗰個栓塞嘅問題啊，冇錯。咁啊，如果大家都懷疑自己咧有呢個血管問題，或者其實你已經感覺到噶啦，唔知點解好似行路唔夠氣啊，甚至乎咧即係啲記憶力好似差咗嘅話咧，除咗可以咧就係揾醫生咧問下佢哋嘅專業醫學意見之外咧，如果大家想咧聽一聽咧關於呢一啲天然保健嘅方法咧，可以 WhatsApp 嚟96750089，96750089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嚟時尚生科嘅團隊咧，都好樂意同大家解答相關嘅問題嘅。頭先咧就講到咧係話都有啲好緊張嘅一刻啦，即係話可能中風啊，甚至乎即係已經係喺辦公室或者屋企咧係突然去暈倒，甚至乎猝死。但係一般人梗係唔希望去到嗰個環節，尤其是我哋原來生活好快樂嘅聽眾朋友，大家都希望可以健康啲，快樂啊嘛。係啦。當然，你話完全冇事冇過，我相信都用得㗎，係咪啊？係冇錯。係其實咧，頭先我所講，頭先好強調一樣嘢，就係任何嘢都係有事先至去揾補救，其實已經係我哋叫做係補救緊嘅嘢，已經我哋要令到我哋做緊嘅概念就係冇事嘅時候能夠做到預防。咁但係當然啦，我都講嘅就係能夠唔會好大影響日常生活嘅步伐，亦都好簡單咁樣能夠做到有，最緊要喺科學上、醫學上係有實證、有數據支持嘅，呢個係最緊要，亦都係我嘅理念啦。可以講我配方嘅理念。其實頭先講翻咧，可能頭先我其中有聽眾打入嚟啦，問一個問題，聽見我好有興趣。哇！你能夠可以即時擴張血管、開血管，其實咩原理嚟㗎？係啊，聽講到好似好神奇咁啊！其實咧喺我哋嘅科學文獻裏邊咧，亦都發布咗㗎。其實就係血管舒張係易用意就係一氧化氮作為體內一個好重要嘅血管舒張嘅因子啊，能夠讓我哋血管嘅平滑肌放鬆，咁從而咧擴張到血管，改善到血液循環。
幫血管每日去做運動。嗱，我特別強調哇！呢個好每日緊兩個字要喎。其係啊實血管嘅運動唔係我哋話做就做，唔係話你去 gym 就做到。當然你去肌肉 gym 運動啊係啦，令到你個血液循環係比較好嘅時候，當然係可以間接做咗呢一個血管嘅運動。係啊，冇錯。但係調翻轉，即係如果你話我相信啊，有血管生塞嘅問題嘅朋友咧，應該都係比較懶做運動嘅一群。絕對係啦。所以嗰個血管嘅觸發情況啊，甚至乎咧，即係有機會去達到一個危險水平嘅情況咧，其實係會比較高。冇錯。所以其實我諗，如果你自己有啲心虛，好似我咁少做運動咧，呢個時間就可能咧要諗一諗咧，即係呢一種嘅技術適唔適合自己。冇錯。喂，但係我哋講適唔適合自己之前，第一樣嘢就梗係摸下個銀包㗎嘛。喂，呢啲技術我哋唔可以講話一個係即係大家負唔負擔到啊？定係話幾百蚊啦、幾千蚊啦，定係幾萬蚊嘅嘢嚟㗎？嗱，其實我真心講句，我定呢個嘅價錢主要係令到真係大眾化，人人都可以享受，300零蚊啫。係咁其實係一個已經可以用到超過1個月以上㗎啦。係即係保健嘅時候。保健嘅時候啦，我教大家點樣用啦。其實咧，任何人士，包括我自己都用緊，我媽媽一定會啦。我好錫我屋企人。咁其實真心講一樣嘢，係任何人，你覺得好細支係10 ml 裝嘅一個精油，玻璃瓶好似香薰精油咁款嘅，然之後擺喺手袋裏邊，一擺喺褲袋裏邊，任何時候你只需要搽下脈搏呢個位置，或者搽下頸動脈，因為出街嘅時候未必方便可以喺胸口裏邊搓噶嘛。係啦，睇你肯唔肯咯。男士好啲啦，係啦，女士冇可能。女士就真係唔得啦。咁直接咧可以，大家鏡頭見到我咧，可以點喺呢個位置。點下呢個位置，以至到咧可以點下頸動脈。頸動脈最快嘅，因為呢個位置係最貼近我哋嗰個大動脈㗎。一搽咧，佢直接上腦㗎，佢真係幫助我哋腦嘅呢一個血管嘅，係非常有效果。咁點樣用法咧？記住冇分，記住啊，冇分飯前飯後早午晚，冇分話朝頭早起身嘅夜晚瞓覺前，因為係外用品，係搽得嘅安宮，唔係食嘅。所以你呢一個咧係好，即係我叫做 user friendly，即係我講係好簡單。咁亦都咧或者可以搽雲精都得嘅喎，因為雲精佢都係好近呢一個血管嘅。咁呢個位置，咁樣佢有我呢個係一個好香嘅薰衣草嘅香味，係啦。咁其實本身講裏邊咩草藥好唔好啊？所以可以天然舒緩情緒添喎，有薰衣草味。冇錯啊！嗱，同大家講一個嘅秘密啦。其實佢主要嘅成分咧係一種咧，我哋叫做咧係一個金蟲。嗱，如果有朋友可能熟悉植物類嘅咧，或者一啲嘅中醫藥嘅人士應該知道咧，金蟲咧係一種係嚟自高原海拔呢一個3千至到3萬至到5萬呢一個嘅高度嘅一個嘅高原嘅一種嘅植物。咁而最特別嘅，佢就能夠有呢個非常強嘅一種嘅效果，能夠可以咧係可以經過我哋一個嘅好高科技嘅提煉之後，佢能夠一遇到我哋嘅內皮細胞咧，佢會血管啦，佢會釋放一氧化氮。咁我哋有個名字咧，因為金蟲本身呢種物質咧喺喜馬拉雅山嗰個位置，唔係你自己上去爬㗎。係啦，唔係我自己上去爬㗎。OK 咁樣，咁而再加上咧，就係講緊佢係能夠做到嘅。我哋用嘅金蟲唔係一般嘅金蟲，因為金蟲都有唔同嘅地方嘅，而我哋亦都咧喺有個名字咧，有啲朋友了解叫瑞金蟲，瑞就係講緊廣東嘅，係啦，呢個叫瑞金蟲，係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咧，其實金蟲呢一種嘅物質係一種絕對安全嘅一種植物，但係當然啦，咁呢啲朋友話，咁我不如我自己走去山區點樣揾啲採集啲金蟲翻嚟，自己煲湯飲得唔得啊？咁你飲落去就唔係血管啦。係啦，或叻仔，我正想問呢個問題，或者我可唔可以研碎一把口嚼然之後吞落去咧？記住，呢一個唔可以就咁單去使用，因為我哋係經過一個非常之高科技嘅提取技術。我知道嗰個萃取技術係咪？我記得你有一集提過啦。咁而呢個技術咧，就係能夠令到小分子裏邊嘅植物金蟲嘅植物嘅小分子嘅活性攞到出嚟，再經過多番嘅提煉成為精油。先至可以咧，係直接搽落去皮膚，能夠咁樣吸收落去嘅。呢個係一種
非常高科技嘅提取技術。咁所以我真心講句，300零蚊嘅價錢能夠做到保我哋一家人嘅，以最健康、最日常生活化咁樣用到一個喺醫學實證明有效，去遠離心腦血管嘅疾病嘅配方，我夠膽講香港人嘅驕傲，因為我正話齋香港嘅科技大學嘅科學家團隊啦，搞嘅佢哋去做啦，博士後科學家，加上香港嘅品牌、香港嘅製造、香港人嘅驕傲，所以我覺得作為香港人，我呢個產品我係極力推介俾我身邊所有嘅朋友，同埋將來可能會俾一啲海外人士，你知道香港有一啲咁突破性嘅產品會出現。係，其實咧，即係大家咧對於嗰個人口老化嘅問題都非常之擔心啊！唔係淨係擔心老唔老化，係擔心咧，即係當我哋一旦年長咗之後咧，嗰個身體健康嘅問題，機能會退化之餘咧，心血管亦都會出現問題。所以今日咧呢一個嘅新科技咧，我相信啊可以幫好多唔同嘅朋友咧解決同埋延緩呢個老化嘅問題。呢個係突破性，突破得好緊要。少少賣關子咧，已經有唔少嘅心臟科嘅醫生都有已經直接聯絡我哋，因為始終一句説話，具有大學科研實證嘅呢一個嘅配方，呢個係俾到好多專業醫護界或者藥劑界嘅朋友咧係垂青嘅。係冇錯，不過提大家嚇，如果你喺緊急嘅情況，或者咧你係要攞到專業嘅意見咧，都係要去揾翻咧專業嘅醫生。頭先講嘅產品咧，絕對不是任何醫藥啊嚇。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提多你一次9675008996750089。對於今日講嘅技術，冇錯，我見到你係咁震緊個電話。對於今日嘅技術本身或者係其他嘅產品啦，或者技術咧，有任何查詢嘅話咧，都可以 WhatsApp 翻嚟咧呢一個電話，或者直接打俾時尚生科嘅團隊都冇問題㗎。下個星期二再見，唔該晒你 Alan。OK，thank you，拜拜。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FM 99.7真誠資訊台。